一間資產規模突破千億美元的大型銀行，能在短短幾天之內直接破產倒閉，冇人提前預警，冇人來得及撤離，這就是現代金融市場最恐怖的真相。很多普通市民，甚至不少投資人，至今都沒搞懂一件事：我哋判斷銀行風險到底該睇什麼？是睇賬面的壞賬數據，還是睇官方公布的資本充足率？點解睇起來財務報表無比健康的銀行，會毫無徵兆地陷入流動性危機，甚至直接崩盤？今天這期視頻，我唔會給你堆砌枯燥的金融數據，也唔會講教科書上的空洞理論，我會用硅谷銀行的真實倒閉慘案作為切入點，帶你層層拆解當下香港銀行業的真實風險底牌。我哋會搞清楚香港銀行體系到底穩不穩陣，睇似回暖的不良貸款數據背後，藏着那些被所有人忽略的商業地產雷點。普通市民和投資者又該緊盯那三個核心信號，提前規避金融風險。全程乾貨，冇廢話，建議大家點讚收藏，耐心睇完，絕對會刷新你對銀行金融風險的認知。首先，我哋必須吃透硅谷銀行倒閉的核心教訓，因為這起事件徹底改寫了現代銀行風險的定義，也是我哋睇明香港銀行業隱患的關鍵鑰匙。好多人誤以為硅谷銀行倒閉是因為放出去的貸款收不回來，壞賬爛賬拖卡了銀行，但真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2023年3月倒閉的硅谷銀行出事的時候，資產規模超過1000億美元，妥妥的大型正規銀行，冇巨額壞賬，冇違規操作，賬面資產睇起來完全合規。可就是這樣一間睇似穩健的銀行，從市場信心崩塌到徹底關門，僅僅用了數日時間。壓開它的致命核心就8個字：期限錯配，信心崩塌。大家一定要聽懂呢個邏輯，這是所有現代銀行危機的根源。硅谷銀行吸納的全部都是短期存款，都是企業可以隨時提取、隨時轉走的流動資金，但銀行管理層為了賺取更高的利息收益，把這些短期資金大批量投入了長期固定的證券資產當中。正常環境下，這種操作唔會出問題，是銀行業常規的盈利模式。但從2021年開始，美聯儲開啟了暴力加息週期，市場環境瞬間逆轉，新發行的債券利息越來越高。早年硅谷銀行重倉的低息舊債券，直接失去了市場吸引力，價格持續暴跌。到2022年年底，硅谷銀行手裏這些持有至到期的資產浮虧金額直接達到151.6億美元。如果只是賬面浮虧，銀行完全可以持有到期，慢慢消化風險，根本唔會爆發危機。真正讓局勢失控的是它極度集中的客戶結構。硅谷銀行的儲戶幾乎全是美國科技企業、初創公司和風險投資機構，冇普通散戶儲戶。這批客戶有兩個致命特點：第一，他們的存款金額100%超過了美國存款保險制度的保障上限，冇任何兜底保障；第二，整個圈子高度互通，消息傳播速度堪比病毒擴散。所以在2023年3月9日，市場傳出負面消息之後，恐慌情緒瞬間蔓延，單日之內，儲戶直接提走了400億美元的存款。銀行管理層緊急測算，第二天大概率還會有上千億美元的提款申請。呢個規模的資金擠兌，冇任何一間銀行能夠扛得住，哪怕賬面資產再好睇也沒用。這裏我要特別跟大家強調一個新時代的金融變化，也是好多人認知的盲區。以前我哋聽過的銀行擠兌，都是老百姓在銀行門口排長隊取現鬧市，過程緩慢，監管和銀行有足夠時間應對。但而家的數字金融時代，銀行擠兌根本不需要線下聚集，企業財務人員坐在電腦前點點鼠標，幾步操作，巨額資金就能瞬間轉移，跨城、跨國流轉只需要幾秒鐘。風險傳導的速度被互聯網無限放大。美聯儲事後的復盤報告也明確承認，硅谷銀行的風險管理存在重大漏洞，監管層面也冇及時跟進，提前處置已經浮現的風險。最可怕的是什麼？時至今日，當初摧毀硅谷銀行的兩大核心結構性風險，
也就是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存款客戶高度集中，依然廣泛存在於全球銀行體系當中，並冇被徹底解決。這也是這件事給香港銀行業最大的警示，不是說香港銀行會復刻硅谷銀行的倒閉路徑，而是金融風險的積累從來都是悄無聲息的。市場風險可以在漫長時間裏慢慢潛伏，不斷堆積，但市場信心的崩塌只需要一瞬間。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擺在明面上的壞賬，而是所有人都覺得還有時間可以慢慢消化，市場卻突然失去耐心，風險瞬間集中爆發。帶着呢個核心認知，我哋再來直面大家最關心的問題：香港的銀行體系而家到底穩不穩？會唔會出現類似的流動性危機？我可以先給大家一個明確的結論：整體極度穩健，安全墊非常厚，完全不存在系統性崩盤的可能。這不是我個人的主觀判斷，是金管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權威數據和結論。2026年7月，金管局助理總裁朱立橋公開表示，在全球外部環境複雜多變、多國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的背景下，香港今年前5個月的存款和貸款累計上漲5%，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流動性指標全部遠超國際通用的安全標準。金管局總裁余偉文也給出過核心數據，香港銀行業整體資本充足比率超過20%，主流銀行的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超過160%。我哋睇更精細的官方數據，截至2026年3月底，香港本地註冊認可機構的總資本比率達到24.9%，而國際規定的最低標準僅僅只有8%。香港銀行的安全緩衝足足是國際底線的3倍多。同時，香港第一類銀行機構的平均流動性覆蓋比率為160.2%，法定最低要求只有100%，流動性儲備極其充裕。大家要知，全球29家系統重要性銀行全部都在香港設立了分支機構，香港本地還有28家零售銀行，金融體系的成熟度、抗風險能力在全球都是第一梯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一輪評估也再次確認香港的金融穩陣狀態維持在非常滿意的水平，這是對香港銀行體系最權威的背書。不過重點嚟啦，也是本期視頻的核心乾貨：整體穩健絕不代表局部冇風險，任何成熟的金融體系都不可能做到零風險。香港銀行業當下最大的壓力，唯一的風險突破口非常明確，就是商業房地產貸款。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直接公開表態，2026年香港銀行業的核心工作首要任務就是管控信貸風險，而所有信貸風險類，商業地產是絕對的重中之重。目前香港商業房地產未償還貸款總額佔到銀行業整體貸款的14%，呢個佔比不低，是足以影響行業局部穩陣的關鍵板塊。這裏大家一定要區分一個邏輯：銀行整體資本緩衝足夠厚實，能夠慢慢消化局部的地產貸款壓力，所以唔會出現系統性風險。哪怕個別中型商業地產企業出現流動性危機、無力還貸，香港銀行業的整體風險敞口依然可控，冇出現風險過度集中的問題。而且商業地產下行、空置率高企是全球共性問題，並非香港獨有。金管局也一直在持續緊盯相關風險的傳導，為了讓大家更直觀感受到風險的變化，我哋復盤一下香港銀行業近2年的不良貸款走勢。好多人不知，香港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此前已經創下了20年新高，不過好在今年已經出現明確的回暖軌點，受商業房地產貸款質量持續走差的拖累，香港銀行業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在2025年第4季度末攀升到了2.01%，創下20多年來的最高紀錄。市場數據顯示，當時香港銀行業積壓的問題債務總額大約有2000億港元。呢個數字聽起來非常嚇人，但大家不能單獨睇數字，一定要結合整體貸款規模去衡量，才唔會被片面數據誤導。好消息是，從2026年第1季度開始，整個局勢出現了明顯逆轉，
這是今年銀行業最關鍵的積極信號。金管局的官方數據清晰顯示，香港銀行體系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從2025年第四季度的2.01%下降到了1.87%，創下連續8個季度以來的新低。細分領域的改善同樣明顯，內地相關貸款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從上一季的1.94%回落至1.79%，而大家關心的個人信貸板塊穩陣性極強，信用卡貸款拖欠比率只有0.39%，住宅按揭貸款拖欠比率低至0.13%，個人房貸、消費貸完全冇風險隱患，整體非常健康。點解會出現回暖？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恆在立法會上明確解釋過，今年第一季度香港多項經濟指標穩步好轉，市場活力持續恢復，直接帶動了企業還款能力的提升。與此同時，今年一季度香港銀行業貸款總額增長了3%，本地零售銀行整體除稅前經營利潤同比上漲了22.3%，銀行的盈利能力在修復，消化壞賬的能力自然同步增強。當然，我也要客觀跟大家說實話，1.87%的不良貸款率放在香港銀行業的歷史維度來睇，依然處於相對高位，風險並冇完全出清。但做金融分析，判斷風險走勢，永遠不要只睇單一的靜態數字，趨勢的轉折遠比絕對數值更重要。金管局在銀行業概況裏特意點明了一個關鍵細節，我覺得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目前香港銀行業的貸存比率依然偏低，這意味着銀行的貸款增長整體偏弱，手裏還有大量閒置資金。通俗來講，銀行手裏的彈藥非常充足，有足夠的空間和時間慢慢消化存量的問題貸款，唔會因為資本被壞賬佔用，影響正常的信貸投放和整體經營。這是香港銀行抗風險的核心底氣。講到這裏，肯定有很多朋友想問，既然整體在回暖，點解商業地產依然是最大的風險點？商業地產貸款的隱患到底藏在哪裏？點解監管層反覆強調要重點警惕？接下來我給大家深度拆解香港商業地產風險的3重致命疊加因素，也是目前壓在香港銀行業身上的3座大山：寫字樓高空置率、租金持續下行、企業現金流普遍承壓。這3個問題同時爆發，才造就了當下的信貸風險。首先是空置率，數據遠比大家想象的更嚴峻。根據德勤的統計數據，香港甲級寫字樓的市場價值從2018年的巔峰時期已經累計下跌超過40%。即便經歷了這麼大幅度的下跌，目前甲級寫字樓的空置率依然高達17.6%。我給大家具象化理解呢個數據，呢個空置面積相當於13棟國金中心2期的體量，規模極其恐怖。而世邦魏理仕的數據更直觀，截至2026年3月底，香港整體商業建築空置率維持在16.8%的歷史高位，而且市場分化極其嚴重，非核心商圈的壓力堪稱災難。觀塘、葵青這些傳統非核心商務區空置率遠比中環、尖沙咀更高，是重災區。好多人疑惑，點解疫情結束這麼久，香港寫字樓空置率依然居高不下？核心是3個結構性的長期變化，不是短期市場波動能夠收復的。第一，辦公模式徹底改變，後疫情時代，混合辦公、居家辦公成為全球企業的常態，再也回不到過去全員線下坐班的模式。以前一間企業需要5層寫字樓的辦公空間，而家精簡到3層、4層完全夠用，整體辦公需求直接萎縮。第二，跨國企業的區域戰略調整，大量外資企業正在重新佈局亞洲市場，縮減香港大中華區總部的辦公規模，甚至把部分職能拆分到新加坡、東南亞其他城市。香港的寫字樓核心需求持續被分流。第三，供需關係持續失衡，香港的寫字樓新增供應還在不斷落地，但市場需求的恢復速度遠遠跟不上新增供應的速度。新舊空置樓面疊加，直接讓空置率長期居高不下。而且而家的商業地產市場出現了非常極端的馬太效應，強者愈強，弱者愈弱。中環、尖沙咀這些核心商圈憑這頂級區位優勢，
依然能留住優質大企業租戶，物業穩陣性很強。德勤的數據也顯示，目前市場上的買家和投資者基本都集中在中環，配套完善、符合 ESG 標準的優質物業。但非核心商圈就完全陷入了惡性循環，整體租金持續下跌後，原本入住在非核心區活的中小企業，趁着成本下降，紛紛搬回核心地段，優化辦公環境。有限的市場需求全部被核心區吸走，非核心區的空置壓力進一步加劇，租金繼續下跌，物業價值持續縮損。這對銀行來說是最致命的風險隱患。大家一定要記住，商業地產貸款的還款邏輯和住宅按揭完全不一樣。住宅貸款靠的是居民穩陣的工資收入還款，而商業地產貸款靠的是物業的租金收益還款，不是靠賬面的物業估值。而家的市場現狀就是租金持續下跌，物業空置越來越多，企業經營現金流越來越緊張，三重壓力同時襲來。哪怕物業賬面價格冇暴跌，真實的還款能力已經大幅下降。德勤亞太破產業務的主管合夥人何國良也坦言，目前香港銀行業普遍認定，商業地產市場短期內不可能反彈，銀行手裏的抵押品價值持續不足，信貸風險不斷累積，處置回收問題物業的壓力越來越大。更關鍵的是，2026年到2027年，香港商業地產將迎來新一輪的債務兌付窗口期，而甲級商廈估值已經累計下跌超過40%，屆時大量貸款集中到期，抵押品價值不足的問題會集中爆發，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將面臨巨大壓力，這是未來2年最需要警惕的風險點。講到這裏，好多人只會睇不良貸款率，但真正懂金融的人都知，判斷銀行風險的核心從來不是壞賬比例高低，而是抵押品和貸款之間的安全緩衝空間。呢個安全邊際才是決定銀行最終虧損規模的關鍵。我哋直接用匯豐銀行2026年上半年的真實數據，給大家做最直觀的拆解，睇清香港銀行抵押品安全空間的真實變化。截至2026年6月底，匯豐香港商業房地產貸款不含內地借款人的敞口總額為293億美元，對比2025年年底的306億美元，已經主動縮減了13億美元的風險敞口。其中被歸類為信貸減值的貸款敞口為60億美元，和今年一季度持平，較2025年全年的63億美元略有下降。次級風險敞口為25億美元。匯豐財務總監郭英也公開表示，今年2季度香港商業地產冇新增的減值貸款，香港住宅市場復甦態勢強勁，中環核心商業物業表現穩陣，唯獨非核心區域的物業估值壓力巨大。但一個關鍵預警信號被很多媒體和投資者忽略了，香港商業地產問題貸款的平均按揭清數正在大幅攀升，從2025年年底的71%上漲到了2026年6月底的81%。我給大家通俗解釋呢個數據的恐怖之處：按揭清數越高，意味着抵押品的安全線越薄。以前物業估值高，貸款比例低，哪怕樓價下跌，銀行還有充足的緩衝空間，唔會虧損。而家按揭清數飆升到81%，意味着物業估值稍微再下跌一點，抵押品價值就會低於貸款額度，銀行直接產生實質性虧損，安全空間已經被極度壓縮。國際評級機構標普也給出了明確預警，受租金持續下滑影響，2026年香港商業地產的物業價值會繼續下跌。標普甚至做了極端情景測算，結合近期的二手交易案例，部分商業物業的成交價格相比原始購置價格直接折讓50%，腰斬式下跌。不過大家不用過度恐慌，標普同時也確認，香港銀行體系的盈利和資本儲備足夠厚實，哪怕商業地產抵押品價值進一步下跌，也完全能夠承受。單憑商業地產的風險，絕對不可能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惠譽評級更是直接上調了香港銀行業的展望，從年中的惡化直接修正為中性，明確指出2026年下半年香港商業地產帶來的資產質量壓力會持續緩和。
點解評級機構會給出回暖判斷？我哋可以通過東亞銀行的最新業績，睇明香港銀行業的真實自救節奏和風險現狀。東亞銀行2026年的中期業績是觀察行業風險最典型的樣本。先睇整體業績，東亞銀行今年上半年純利24.16億港元，同比上漲0.4%，撥備前經營溢利63.48億港元，同比增長16.5%，淨利息收入76.97億港元，增幅4.8%，非利息收入34.7億港元，大幅上漲19%，整體營收、利潤全部實現正增長，盈利能力穩陣向好，甚至優於花旗此前的預期。花旗原本預測東亞純利會同比下跌1%，最終實際業績逆勢上漲，但風險壓力依然真實存在。今年上半年東亞銀行的金融工具減值損失同比增加16.5%，總額達到29.58億港元，這部分減值損失幾乎全部來自商業房地產貸款，同時投資物業減值增加3.09億港元，達到4.07億港元。截至6月底，東亞銀行減值貸款比率為2.71%，較2025年年底的2.69%輕微上升0.02個百分點，風險小幅抬頭，但完全冇失控。最關鍵的亮點是東亞銀行的主動風控，主動降風險。目前東亞銀行已經大幅收縮商業地產貸款的風險敞口，非商業地產貸款已經佔到整體貸款組合的83%，並且明確立下目標，2028年將非商業地產和商業地產貸款比例優化到85:15，持續降低對地產行業的依賴。這種主動暴露損失、主動收縮風險敞口的操作，不僅不是利空，反而是利好。只有銀行自身盈利穩陣、資本充足，才有能力主動計提減值，出清不良資產。這恰恰證明銀行的抗風險能力足夠強。也正是因為這份穩健的調整態勢，花旗在東亞公布業績後，直接將其目標價從16港元上調至19.6港元，維持買入評級。惠譽在2026年7月的報告中也作證了這一點。對比去年下半年，香港銀行業的物業重估虧損大幅減少，商業地產市場前景持續修復，大部分存量的不良商業地產貸款已經完成減值確認和出清，下半年的資產質量壓力會持續緩解。當然，我哋也要保持客觀冷靜，單一銀行的穩健調整不代表全行業徹底擺脫風險。未來幾個季度的持續數據才是確認風險拐點的最終依據。目前只能說風險可控，趨勢向好，絕非完全安全。睇完行業現狀和個案分析，我哋再來睇全球權威機構的終極判斷。2026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完成了對香港的第4條磋商報告，給出了最全面、最客觀的雙重判斷，既肯定優勢，也點明風險。IMF 首先高度肯定了香港的金融實力和經濟韌性。報告明確指出，香港2025年的經濟增長超市場預期，科技出口、私人消費、金融市場活動全面回暖，進一步鞏固了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內地對接全球的超級聯繫人核心價值。在金融穩陣層面， IMF 直接蓋章認證香港銀行體系韌性極強，雄厚的資本儲備、充足的流動性、穩陣的盈利能力，構築了堅實的安全屏障。香港成熟審慎的金融監管體系，以及銀行業長期穩健的經營風格，讓整體金融風險處於可控範圍。但與此同時， IMF 也發出了明確的風險警示，這也是目前香港金融市場唯一的短板。資產質量的局部壓力依然存在，而本地商業房地產敞口是當下香港金融體系最主要的短期風險。 IMF 亦特別提醒監管層必須持續重點監控高槓桿企業，尤其是地產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貸款敞口，防範風險擴散。哪怕目前大部分貸款有足額抵押兜底，但企業違約概率持續上升，依然會持續壓制抵押品價值，形成惡性循環。針對 IMF 的風險提示，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也做出了正面回應。他表示，特區政府早已關注到環球商業地產的共性困境，後疫情時代辦公模式
消費模式的變革，讓全球商業地產都面臨調整壓力。香港已經推出一系列穩市場、穩樓市的政策措施，目前本地商業地產市場已經逐步企穩，交易活躍度、商鋪和寫字樓承租量大幅回升，價格和租金都趨於平穩。整體風險正在有序緩釋。睇到這裡，相信很多朋友已經理清了所有基本面。最後我教大家一個普通市民、投資者都能學會的核心方法，不用記複雜的金融指標，只需要緊盯3個信號，就能精準判斷香港銀行業風險到底是在好轉還是惡化，提前規避風險，把握趨勢。第一個信號，壞賬增速是否持續攀升？最直觀的指標就是我哋前面說的特定分類貸款比率，2025年年底2.01%的峰值，到今年一季度回落至1.87%，這是明確的好轉信號。除此之外，大家還要重點關注特別關注類貸款，這是最核心的先行預警指標。這類貸款的借款人目前還能正常還款，有穩陣收入，唔會直接計入壞賬，但財務狀況已經開始走弱，償債能力持續下降。如果這類貸款的規模持續大增，就意味着未來半年、1年的正式壞賬會大幅增加，是風險惡化的早期信號。目前香港這類貸款數據持續平穩，冇異常抬頭，風險整體可控。第二個信號，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關鍵，企業再融資是否順暢？商業地產企業的貸款幾乎都唔會到期全額現金還款，常規操作都是借新還舊，通過新的銀行貸款置換到期舊債。一旦樓價持續下跌，抵押品縮損，銀行就會收緊信貸，降低授信額度。舉個簡單的例子，企業160億的貸款到期，以前銀行可以全額批復新貸款，而家抵押品貶值，銀行只批4.5億，企業憑空需要拿出1.5億的自有資金填補缺口。而對於負債高、現金流緊張的地產企業來說，最缺錢的時候，恰恰是最難融資的時候，資金鏈很容易直接斷裂。目前香港市場已經出現了真實案例，銅鑼灣崇光百貨的運營商利福國際面臨巨大的再融資壓力，目前仍有20億港元的資金缺口無法填補。香港亞洲標準酒店也在緊急籌措資金，對付近期到期的13.6億港元貸款。未來12個月到18個月，香港大量地產、商業企業的債務集中到期，再融資壓力會持續存在，這是我哋必須持續跟蹤的風險點。第三個信號，也是最致命的終極信號，銀行存款是否出現異常流失？回睇硅谷銀行的倒閉，核心導火索就是存款集中擠兌、快速流失。只要銀行的存款規模穩陣，冇恐慌性出逃，銀行就有充足的時間消化壞賬、處置資產、換息風險。一旦存款集中跑路，流動性危機就會瞬間爆發，所有基本面數據都會瞬間失效。大家可以放心的是，目前香港完全冇出現這種情況。截至2026年4月底，香港銀行業總存款額達到19.9萬億港元，對比2025年年底增長2.4%，其中港元存款8.4萬億，增幅3.2%，外幣存款11.5萬億，增幅1.9%，存款持續穩步增長，冇任何恐慌性流失的跡象，銀行的流動性底盤極度穩固。結合這三大核心信號，我給大家梳理出未來香港銀行業的4種發展情景，幫大家徹底睇清後續走勢。第一種，也是目前概率最大的基準情景，風險穩步換息，壞賬慢慢出清。當下壞賬增速已經放緩，不良率持續回落，銀行盈利穩陣，資本充足，完全有能力靠自身利潤消化存量問題，不需要低價拋售資產，整體金融體系平穩收復。第二種，長期磨底情景，商業地產的需求疲軟，高空置率問題會持續數年，非核心商券的物業估值難以快速反彈，銀行需要連續多年為地產貸款計提撥備，風險換息速度慢於預期，經濟復甦節奏會被長期拖累，但唔會爆發危機。第三種，需要警惕的壓力情景，如果未來全球利率再度上行，
能源價格波動上漲，會同時衝擊商業地產估值和企業盈利，銀行被迫收緊信貸，增加撥備，市場避險情緒升溫。一旦大額企業存款開始集中流失，風險傳導速度會瞬間加快。第四種，超預期回暖情景。如果全球貨幣政策寬鬆，內地經濟持續回暖，香港資本市場保持活躍，企業經營現金流快速修復，新增壞賬的速度會大幅下降，商業地產市場提前企穩復甦，銀行業風險徹底出清。最後，我再總結一句貫穿全篇的核心邏輯，也是所有金融風險的終極真相：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時刻，從來不是明面上已經暴露的壞賬和風險，而是所有人都覺得風險可控，還有足夠時間慢慢消化，市場卻突然失去耐心，信心瞬間崩塌，風險集中爆發。整體來睇，香港銀行業底牌穩固，安全墊充足，冇系統性風險，唯一的變量就是商業地產的局部壓力，且目前風險已經呈現收復態勢。我哋不用過度恐慌，但也絕對不能掉以輕心。睇完這期視頻，相信你已經徹底睇明了香港銀行業的真實風險與機遇。覺得內容乾貨的朋友，麻煩點讚、關注、分享，支持一下我的原創創作。評論區留下你的睇法，你認為香港商業地產未來會快速回暖，還是會長期磨底？持續關注我，下期帶你拆解更多金融底層邏輯，幫你避開投資風險，睇明市場趨勢。